道成肉身的祝福，從被擄回歸到成為神的兒女。聖誕期唔係回憶一個嬰孩，而係進入一個已經開始嘅更新世界。好多人以為聖誕節過後，故事就結束啦。教會年曆嘅聖誕期卻提醒我哋，聖誕唔係終點，而係神更新世界工程嘅起點。耶利米書帶出被擄者嘅回歸嘅訊息。喺聖誕期入面，聖誕首先係為失散嘅人而來。先知耶利米向一群仍在流亡、創傷同埋失望中嘅百姓宣告：我要從北方領他們回來，從地極招聚他們。我要使他們在河水旁走正直的路。呢個唔係浪漫嘅畫面，而係歷史創傷中嘅盼望。重點唔只係回到家，而係哀哭嘅人要得安慰，飢餓嘅人要得飽足，被撕裂嘅群體要重新被招聚。聖誕嘅訊息係神冇放棄嗰啲迷失、被擄、流離嘅人。詩篇147篇讓我哋認識到重建城牆嘅神。聖誕係為咗醫治破碎嘅共同體，詩人呼籲耶路撒冷讚美神，原因係神重建城牆，神醫好傷心嘅人，神用話語治理世界。他發命在地，他的話攀行最快。道唔係抽象哲學，而係帶嚟秩序、醫治同埋生命嘅神嘅行動。聖誕唔係逃離世界，而係神嘅話語重新進入一個失序嘅世界，使破碎嘅城再次成為可居之所。以弗所書1章讓我哋知道在基督裏的祝福。聖誕係身份嘅反轉，而唔只係情緒嘅提升。保羅喺呢段經文當中，一口氣重複一句話：在基督裏。Golden呢首歌裏面嘅歌詞講到 I was the queen that I meant to be。 身份唔係比較返嚟，而係被呼召嘅。呢首歌提醒我哋，你唔係偶然存在，你係被揀選、被呼召、被期待嘅。呢一切唔係將來先至開始，而係因為基督已經來到世界。聖誕期提醒我哋，你唔係靠表現先得到接納，而係先被接納，然後學習活出新生命。約翰福音1章話俾你知，道成了肉身。聖誕唔係神變得可愛，而係神自我限制而成為脆弱嘅肉身。約翰冇寫馬槽、牧羊人或者博士，卻直接宣告道成了肉身，住在我們中間。呢句話喺原文嘅意思可以話係搭帳篷在我們中間，亦即係話神冇喺高處指揮世界，神選擇進入人嘅限制、黑暗同埋死亡嘅陰影。結果係乜嘢？凡接待他的，就是信他名的人，他就賜他們權柄作神的兒女。聖誕嘅核心唔係世界變好咗，而係喺最黑暗嘅地方，光仍然照着。聖誕期唔係只問
我感到平安嗎？而係問我係唔係願意相信耶穌基督，接受神兒女嘅身份？我係咪願意喺呢個黑暗破碎嘅世界中，活出神本意賦予我哋光輝聖潔嘅生命？讓我哋一同禱告。道成肉身嘅主耶穌基督，你唔係遠遠咁樣睇住世界，而係進入我哋嘅歷史、創傷同埋黑暗，讓我哋仍然喺破碎之中。求你提醒我哋，光已經來到，恩典正在運行，新生命正在形成。求你教導我哋喺聖誕期唔只係懷念，而係活出被更新嘅身份。奉主耶穌基督之名祈求，阿門。